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早晨啊，我哋巡遊啲相咧出咗嚟啦，我 send 俾你啊。影得幾好喎，大家都好有活力。係啊，好彩有你幫手化妝咋。其實你哋團隊裏面都有好多青少年，下次可以揾埋佢哋幫手化妝。佢哋邊識㗎？唔識咪學咯，化妝都係一門專業嘅技能，識多啲都冇壞。學生仔啫噃，都可以學化妝嘅咩？點知學化妝啊？而家仲有比賽俾佢哋大展身手。隨住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嘅發展方向，以及對複合型人才嘅需求日益增加，各行各業都喺度揾緊具備多元技能嘅人才，美容行業都唔例外。為咗激發青少年對美容技術嘅興趣，鼓勵佢哋積極進修，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將喺本年8月舉辦2025澳門學生時尚創意競技活動。該競技活動當中包括第2屆澳門學生美容技術比賽，俾參加者展示喺美容領域嘅技能，更好咁幫助佢哋規劃未來職業生涯嘅道路。賽事以世界技能大賽為藍本，無論比賽模式、評分標準，均以國際行業標準訂定。比賽設有3個單元：美甲技巧、面部彩繪同美容護理。參賽者根據模特兒嘅皮膚狀況，熟練咁應用各種美容技術，並以泱泱中華為主題，將佢哋嘅創意同美學融入作品中，演繹出中國獨特且豐富多彩嘅文化魅力。為咗加強參賽者對賽事嘅信心同準備，中心特為參賽者安排一個賽前培訓課程，學習同熟練比賽內容，俾佢哋更好咁掌握相關技術，喺比賽時可以發揮最佳水準，以增佳績。青少年通過接受專業培訓同參與職業技能比賽，不但可以增加佢哋專業領域嘅知識同技能水平，建立積極嘅學習態度同價值觀，同時呢個都係一個機會，等佢哋同其他美容愛好者交流切磋，激發彼此嘅創意同靈感。呢個活動唔單止為美容行業培育人才，都為澳門嘅經濟多元發展注入咗新嘅活力。想報名參加澳門學生時尚創意競技活動嘅話，會唔會有啲咩條件同要求㗎？呢個活動嘅對象係19歲或以下嘅青少年，即係2006年1月1日或之後出世，正就讀澳門中學或大專院校嘅學生，或持澳門身份證正於海外或其他地區就讀中學或大專院校嘅學生。唔知可唔可以請你再幫手做多件事呢？咩事啊？幫到嘅話一定幫。就係想揾你教佢哋化妝。可以啊，不如就趁暑假開班。好啊，等我將呢啲好消息話俾佢哋知先。如對本集內容有興趣，歡迎電郵查詢。前邊我哋分別介紹咗要成為一位時裝設計師需要掌握嘅各種知識同埋技能。積累同埋實踐呢啲技能之後咧，目標就係希望將自己嘅服裝向大眾展示嘅喎。冇錯，Fashion Show 就係展示設計師創意嘅舞台，傳遞設計理念同埋品牌形象。每一位設計師都會喺呢個舞台上邊精心製作，希望透過服裝表達自己獨特嘅視覺同埋故事展現。呢啲知識同埋實踐咧，都會令到設計師可以創造出引人注目嘅作品㗎。而且會喺時尚界入邊樹立起自己嘅聲譽同埋影響力。生產力中心開辦嘅時裝設計及製作文憑課程畢業儀式就係以 Fashion Show 嘅形式舉行，大家可以關注下。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